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黑白講》第60集。我是小張，咱這集要來討論一個常用詞。這個詞教育部寫唔對的，自稱專家的陳博士嘛是拖咧黑白亂講。小張，你安尼講真嚴重呢？到底是倒一個詞？就是這個詞，咱逐工在講的清氣。這個清氣是一個形容詞，意思就是乾淨、清潔。但是清氣甲空氣的氣有啥物關係？為何教育部加黑白亂寫？各位，寫這字空氣的氣有啥物道理？無道理嘛，對不？但是教育部就是教你安尼寫，無大緊。咱的天才博士陳世明嘛拖咧黑白亂講，實在有夠無水準。即嘛一定有人會講，小張，你有批評嘛都愛有指教，對不？你若是有啥物更較好的用字，你唔着緊講。若是講了有道理，閣有根據，大家攏嘛會聽你講。好，我即馬就來講。小張建議就愛寫這兩字。寫這個字哪有啥物道理？咱來看中國文冊安怎記錄。這個字就愛讀作潔，清雅。所以清甲潔就是標準的共義連詞，兩字寫做伙就愛讀作清潔。這個清潔都唔是清氣啊！各位，中國文冊內底記錄的是中國音。這個上古音要去叨位找？上古音就記錄佇說文解字內底。咱即馬就來看說文解字安怎寫。佇說文解字內底寫靜夜、江水、啥物聲？這個字佇中國文冊內底嘛有記錄甲真清楚，愛讀作潔。看到這，各位觀眾朋友一定想講這個小張已經變無蠓啊！唔是喏，各位一定愛注意，這個音嘛是中國音。上古音安怎讀法？咱繼續甲看落，這個字佇說文解字內底有記錄，麻一端夜，將滅啥物聲？佇歷史正位內底有記錄這個字的音，愛讀作氣，甲武器、樂器的器讀同音。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，這個聲符就愛讀作氣，接倒轉去同款讀作氣，所以講清氣就應該是寫作這兩字才對。各位一定愛了解一個代誌啊！這個上古音甲中古音是兩回事啊！中國文冊內底記錄的音是中國音，這個說文解字內底記錄的音就是上古音。即馬可能有人要甲小張問，這個氣的音有記錄佇中國文冊內底無？有，其實有。小張來講互你聽。咱即馬對這個字開始討論起。佇集文內底有記錄，這個字會使讀作客，嘛會使讀作氣，是安怎會使讀兩音？咱來看這字後冊，會使讀作計，嘛會使讀作記，是標準的 A 甲 E 互相轉運的字。原來是安尼哦。但是這個字讀作氣，有啥物證據？當然嘛有。小張即馬來講互你聽。咱即馬來看台灣閩南語用字彙編這本字典的記錄，這個字確實會使讀作氣，甲空氣的氣，甲武器的氣讀同音。咱即馬翻頭轉來討論這個聲符，就是讀作氣，接倒轉去，這兩字就是讀作清氣。這四字佇國語內底愛讀作清潔溜溜，若是用閩南語來讀，就愛讀作清氣溜溜。這兩字不管是中國音也好，上古音也罷，攏愛讀作清氣。講到這，小張不但有理論，閣較有文獻的支持。有一個代誌，小張要過來講一擺，咱這個閩南語是上古漢語無毋對，但是絕對毋是啥物上古雅言吶。那真正要講，敢若會使講是上古方言吶。這個上古音就記錄佇說文解字內底。各位，既然你都已經看到這，麻煩一個來甲小張鬥相聽一個，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互閣較儕人看會到小張的節目，嘛迅速來發表意見，參加討論。感謝。咱來講結論：第一，教育部寫清氣這兩字根本無道理嘛，是安怎都愛寫空氣的氣。第二，小張建議都愛寫這兩字，這兩字就是標準的共義連詞，有文獻為證。第三，這個字的中國音甲現代音都愛讀作潔。第四，這個字的上古音會使讀作氣。小張已經講甲真清楚啊，佇說文解字內底都有記錄這個音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。歡迎批評和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